这时，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上帝话是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3节，另外一位原来是马太福音第2章的第7节到第12节。迄日做王的时，耶稣出世伫犹大的伯利恒。有几个亲相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因问讲：迄个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的人伫什么所在？阮伫东方看见伊的星，特别来朝拜伊。迄日听见这的话，就极不安。规耶路撒冷城的人也相款不安。第二位圣经是伫马太福音第2章的第7节到第12节。第7节，就安尼，迄日私底下条件，才对东方来的亲相家，对因问起迄粒星出现确实的日子，然后吩咐因前往伯利恒，讲：恁去，仔细敲找迄个囡仔。找到的时来向我报告，我也要去拜伊。听了这话，因就离开。迄时阵，因伫东方所看见的迄粒星搁出现，而且伫个头前引带因，一直到囡仔出世迄个所在的顶面才停掉的。因看见迄粒星，真正欢喜快乐。第11节。因进入厝内，看见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拍拜这个囡仔，然后拍开宝盒，摕出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等的礼物来互伊。礼物梦中，上帝指示因毋通搁去转去见希律，就安尼，因对另外一条路转去因的故乡。以上。今日本堂梁牧师要传讲上帝信息，朝向诚心之路，朝向前行的路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，咱继续伫有备当听候内底。要领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真侪年，也每一年，咱拢伫大港节期，然后圣诞节的过程。有当时伊成做一款习惯，有当时咱渐袂记哩，也是无详细了解大港节的意义。所以今仔日伫讲道的大先，我要搁一摆甲大家做伙来分享，也做伙来反省。大港节意义，互咱真正有备心，要来领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大港节这个字 ，Advent， 原来意思是一种的动作，就是要来啊，将近要来啊的意思。所以大港节我有另外一个名称吼，叫做降临节，也是降临期，就是特别来临的迄个期。伊是对圣诞。回推4周的时间，互咱来庆祝，互咱来纪念，互咱来有备心领指主耶稣降生的圣诞节期。大港节因为安尼就有丰富的意义。第一种的意义就是听候，咱拢知犹太人在听候弥赛亚，基督徒在听候耶稣基督。所以听候是第一个意义，因为有人要来，所以咱就听候。第二是有备，咱毋是白白戆戆伫遮听候，咱爱伫准备内底听候。所以第二个意义是准备，咱爱有一段时间来读圣经，祈祷、默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。毋是安尼尔，这段节期，互咱搁一摆反省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到底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也无？然后有备咱的心来领受拯救甲更新。所以第二种的意义是有备。
准备咱的心来领旨。第三种的意义更较重要，因为圣伯纳吼，毋是圣伯纳犬，是一个足重要的即个师傅，足重要教会领袖。圣伯纳伊甲咱提醒，伊讲耶稣基督降生有三种的意义，三重的意义。第一个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降生伫伯利恒，2000年前伯利恒迄个道成肉身的降生，上帝成做人。第二赞助的意义是耶稣基督每一天降生伫我的心内。耶稣基督每一天降生伫咱的心内。第三种是末后伫荣耀中会再临。第三种是荣耀中会再临，伫末后伫终末的时阵。所以咱有发现无？这段提醒代表过去的降生，现在每一时刻的降生，甲将来搁一摆耶稣要降临伫咱的中间，如何来回应耶稣基督对以前、现在到将来拢是咱的主，伊要降生伫咱的历史，降生伫咱的心内。因为大降节期，因为圣诞节真正重要，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。所以教会的传统对2000年来就发展真丰富的传统，来领旨来听候耶稣基督的降生。而且我分享几若项较特别的，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第一项是大家拢无识的，就是教会的传统有40天的禁食吼，40天的禁食。现代圣诞节，互咱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就是为圣诞节要食到旧历年就对啊啦。所以你有发觉无？教会主餐拢为圣诞节，无啦，即马有较提早，到为感恩节开始食到旧历年结束，就禁食节吼，毋是禁食，一直在吃。所以咱有当时袂记哩，有当时咱忽略，原来教会传统内底有一个禁食的传统。这是你古早的遐修道院的修士吼，因在反省，因在领旨，因在有备耶稣基督降生的时，因发现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咱常常袂记，因在欢喜内底袂记。咱无袂记哩，耶稣基督是上帝成做人，谦卑来到世间，亲像保罗先生所教示的，伊取人的样式，甚至是奴仆的样式。将所有的荣光来放下，为着咱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咱毋是干那欢喜，咱来用禁食来领受，心中来领受迄个降生甲救恩。即款的传统，犹古伫今仔日东方的教会继续来发展，这是足重要的。所以，毋是干那咱讲，搁话节期头前有40天迄个大灾节期的禁食尔，甚至大降节也会当发展40天的即款的禁食来有备咱的心。第二种就是咱较常常了解4周的大降节期，对毋？所以伫即段时间内的音乐，咱会伫读圣经，咱会伫祈祷内底来有备。所以咱音乐会唱一寡足特别的诗歌，像今仔日所唱第2首，请来以马内利，就是一款的呼吁，一款的听候甲有备的诗歌。咱也会伫读经内底来有备，所以咱会读旧约，对耶稣基督所有的预言的较重要的遐个部分，亲像特别是伫个以赛亚书吼。所以咱今仔日有发现无？咱的宣调。用的是以赛亚书的罗卜的歌的一首，我足爱中有2句话讲：压伤的芦苇，伊无压折；要花的灯火，伊无拍灭。足水的经文，
然后咱也会读到甲洗礼约翰有关的经文，因为伊要有备主的道路，尤其是伫伊讲到耶稣的遐个部分。第三，咱会讲到天使甲玛利亚甲约瑟兼毋是，然后咱会讲到完整的耶稣基督出世遐个整个的故事，这是第二项。伫音乐、伫读经、伫基督内底有来度过这4周的时间。第三，咱会点到迄个圣诞环，也是讲圣诞的烛台，吼，伫咱的头前。大讲这第一主日，咱会点紫色的蜡烛，代表希望；第二主日会点到紫色蜡烛，代表信心，就是今仔日咱所点迄支蜡烛。第三主日，咱会点到第三支的紫色的蜡烛，代表喜乐。第四主日，咱会点到迄个粉红仔色，代表仁爱。然后伫圣诞夜，也是圣诞节的主日，咱会点到第5支的蜡烛，就是基督的蜡烛，白色的蜡烛，拯救的蜡烛。足侪年我毋知影要哪记，感觉即个过程伤复杂，大概拢记袂起来。搁一个要记颜色，还要记意义，还要记顺序，感觉有淡薄困难。我即摆咧准备的时阵，我发觉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吼，甲大家分享。其实伊是2句圣经的话合做伙的。第一是保罗先生所教示的，当现今所存的有信心、希望、仁爱，其中上大的是爱，会记哩无？对吼，哥林多前书。第二就是耶稣基督是人类上大的喜乐。迄个男高音一定要练的那一首诗歌，有无？所以咱会看见信、望、爱，然后耶稣基督甲喜乐，安尼5支蜡烛就点了啊。然后咱就要迎接咱的圣诞。所以咱伫每一年，咱伫大港节期，咱拢会读足侪甲耶稣基督出世有关系的故事的圣经节。所以伫这内底，咱会看见。主日的学生足欢喜的，因为故事足闹热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动物，有羊咩咩，有骆驼，有驴吼，足闹热的，足趣味的故事。伫遮我甲大家分享吼，咱的报纸拢有故事伫内底。1楼的入来有足侪灯的，恁敢有看到？今仔日伫等电梯的时阵。足侪人在猜想，迄是啥物故事？有人甲咱的同工讲，我有看到骆驼，我有看到马，我有看到羊。结果同工足伤心的，因为迄内底拢总无。楼骹的灯代表今仔日的经文，就是3个博士的故事。有足侪人无动物，请恁较停下会落去的时。徛较远的灯芯看一界，安尼咱的同工才袂伤心着。好，等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今仔日即个故事足特别的。为虾米特别？这3位博士也是讲咱称作星象家也好，也是讲搁较有学问一术啦，叫做天文学者，有智慧的人。伊对遥远的东方来，无讲对伊来。因讲，拢因讲的。因讲，因看见犹太人的王就是耶稣基督的生，就来拜伊。然后因伫耶路撒冷这个政治的中心做皇太。圣经安怎讲？圣经讲，希律王着急不安，耶路撒冷城全城的人也拢着急不安。为虾米？因为有新的王出世，是毋是旧的王就爱让位？因为有新的王出世，就有新的政治的势力的兴起，所以所有的政治势力爱安那洗牌，所以大家拢足紧张的。然后因假封假应了后，就安静去拜耶稣，奉献礼物，然后伫梦中，上帝就甲因讲。我包围转去，然后因啥物拢无甲希律讲，就我转去啊。然后咧，
就无热闹啊。这个故事就结束，敢若留下一个足意外的结局，就是希律真生气，就杀死真侪的婴仔，也直到耶稣爱逃走去到埃及。这个故事真趣味，这个故事若亲像足独立的伫整个的故事以外，这个故事互咱为三个博士来学习一寡重要信仰的功课，也留下真大的想象的空间。咱先为功课来讲，有三个基本的功课，互咱来学习。第一是警醒甲守候，警醒守候。其实指耶稣基督迄粒星已经出现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大多数的人无发现讲，今仔日暗时的天看起来无共款，加一粒的，大家拢无发现，所以大家拢足平安转去困。敢若有一群人，小小一群人发现天无共款，要变天啊，所以因就对这粒星来过遥远的旅程，直到因看见耶稣为止。这毋是一时的听候甲惊喜，这是一个守候的惊喜。守伫遐，守一段时间，坚持忍耐听候。所以即款的态度，伊在提醒咱，伫咱的信仰旅程中间，爱持续去学习一个功课，叫做警醒。也爱持守一个功课的学习，叫做忍耐甲听候。忍耐甲听候就变做守候，守伫遐，吞忍伫遐，直到咱看见拄着。第二项的功课是付代价来军队甲奉献，付代价军队甲奉献，毋是干那付代价军队，人讲了真多，也爱付代价来奉献。博士看见这粒星了后，伊就预备了真贵重的礼物，经过真长、真困难的路程来到耶稣遐。伊甚至伫过程无意中行动整个耶路撒冷城，细细挖挖才拄着耶稣。所以这个真长的旅程，跋山涉水，代表因付代价军队，付代价来军队。然后有比迄个贵重的礼物，代表因奉献的心意，因奉献的心意。所以这是两个赞助的心态。咱是毋是也愿意付代价来军队咱的主耶稣？咱是毋是拄着困难、拄着真大的困境的时阵，犹顾愿意付代价来军队？咱伫奉献内底，是毋是愿意付代价来付出？毋是干那金钱，甚至是咱整个的家己。我有一个朋友讲了真好，伊讲礼物，若是好朋友的礼物，爱送了会心痛。好朋友的礼物爱送了会心痛，因为迄个心痛代表用心，代表付代价。咱的军队，咱的奉献，敢有心痛？若有心痛，就真正有牺牲伫内底。就是真正教业的付出。第三，咱爱顺从上帝引带，顺从上帝引带。记着耶稣完成任务了，因伫梦中，上帝甲因指示，毋好对原来的路转去，毋好去见希律，着爱静静原路转去故乡。即群博士无质疑上帝讲，你的吩咐真正奇怪，袂当理解。因若无讲来已经真远啊呢，佮西路转去是要西偌远，所以无爱照上帝意思来行。因无质疑，也无反对，也无违抗，因就安安静静、单单纯纯、很低调的转去到故乡西路来行。因用顺服的行动来互咱看见。因顺从上帝的心意，
所以咱伫遮会晓警示守候，会晓付代价军队甲奉献，会晓顺从上帝的引带。这三个博士，互咱学着功课，但是因也留下真大的想象空间。因为咱每一摆咧读这个故事，咱会想讲：哎呀，这三个是对倒位来？拢无讲叫做啥物名？有啥物款的人生故事无？因拄着耶稣，应该有感受甲感动，这有改变因的人生无？会当去到故乡，敢有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，互因的故乡的人得到改变无？圣经拢无讲。基督徒想啊想2000年到19世纪的时阵，就有一个真出名的作家叫做 Henry Van Dyke， 亨利·冯戴克，伊就出版一本册叫做《第四个博士的故事》（The Other Wise Man）。这个故事太出名，传久了后，咱大部分人就袂记哩伊的起源真正近。咱甲当做2000年教会传统的一部分来读，可见伊真正出名，也拍动咱的心。这个故事真趣味，我要大家来分享。这个故事内底，博士总算有名。第四个博士叫做亚特班 （Artaban）， 伊对波斯来，所以有故乡啊，也有名。这个博士呢，伊本来要甲另外三个博士来会合。伊带了搁较贵重的礼物，人拢一人带一个，伊一个人准备3项：蓝宝石、蓝的宝石、红的宝石、贵重的珍珠3项物。但是伊伫路中的时阵，拄着一个特别死的人，为着要互伊临终有平安，伊就帮衬伊，所以路程就延长。等伊到伯利恒的时阵，三个博士已经转去故乡。耶稣也去到埃及，为着要渡过迄个真困难的沙漠，伊甲其中一个礼物就买去，来组织一个骆驼商队，互伊当安全渡过沙漠。但是无拍算，伊到埃及，耶稣已经转去故乡。然后，这个运气有淡薄歹的博士，就用搁来真侪年的时间，直直对耶稣的脚者，也直直对袂着。那亲像伊到一个所在，耶稣就伫另外一个所在，直直对，度过真侪年。但伫这真侪年中间，因为伊伫足侪所在来行踏，伊帮衬真侪人，诚做真侪人的帮衬者。33年了后，伊总算甲耶稣伫同一个城市内底，因拢转去到迄个起点，叫做耶路撒冷。无拍算，迄是耶稣顶十字架的时阵，伊就看见顶十字架的耶稣，伊连甲耶稣讲一句话的机会拢无，就看见顶十字架的耶稣。而且这个中间，伊就卖伊最后一个礼物，就是迄个贵重的珍珠，为着要帮衬一个要互卖做奴隶的少年查某囡仔。然后，这个故事有一个足突然的结束，伊互圣殿落落来，毋知圣殿哪会起了遮歹，落落来石头讲着头，然后就死去。伫伊最后一口气的时阵，故事安尼讲。天顶有声音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众人若做伫这兄弟中至美细的一位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做伫这至美细的兄弟中的一位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”这个故事在探讨一个主题，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军队，什么是真正甲主相拄。表面来讲，这个故事是一个失败的故事，真正失败敢毋是？亚特班一世人拢无拄着耶稣，
足侪机会就是安尼直直失去，甚至好不容易甲耶稣伫一个共的城市，耶稣已经顶死伫十字架顶，伊甚至甲伊的主讲一句话机会拢无。但是这却是真正甲主相拄的故事，因为每一摆亚特班在看到需要帮助的人，伸出帮助的双手的时阵，伊伫遐就拄着伊的主，亲像头拄仔迄句话，就是咱的耶稣基督所讲的迄句话：你若做伫至美事的身上，就做伫你的主的身上。所以故事的最后，上帝接纳伊的灵魂，转去到天顶的祖家。咱伫讲道一开始，圣伯纳提醒我们，提醒咱耶稣基督首先降生伫伯利恒，这是上帝为着拯救咱、疼咱来到世上的迄个行动。所以伯利恒的出世就成做上帝放杀性命的疼的记号，谦卑降生的记号。上帝放杀性命的疼的记号。第二，咱来每一工伫咱的心内去凝记咱的主降生伫咱的心内。咱每一工的祈祷爱讲主啊，求你进入我的心内，带来安慰。带来医治的困难，佮帮助阮成长甲改变，帮助阮成长改变，帮助阮成长甲改变。然后，咱才会当伫平安甲喜乐内底，甲愿望内底，期待最后伫天顶甲主的相拄。亚特班每一摆分享听，伸出帮助的手，其实迄粒星。伊就无需要佮对迄粒星伫伊的心内，耶稣基督的星伫伊的心内，上帝的光、上帝的温暖，永远伫伊的心内。耶稣也甲伊已经相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看见三个博士的故事，透过因愿意履行远方，献上贵重的礼物。知影因有专心听主上帝，但是第四个博士的故事，互咱看见听的另外一面，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。亚特班帮助人，听人就得听伊的上帝，伊的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期待你伫即季的圣诞节有一个特别的旅程，就是朝青神的旅程。就是跟对耶稣的旅程。期待你伫每一个需要的人的面上，看见主的阳光，看见主的面容。期待你伫每一摆传福音，每一摆帮助人的时阵，你的心甲耶稣的心拢得到满足。特别，请你毋好忘记哩。法国的作家雨果安尼讲：听一个人，就是看见上帝的面容；爱一个人，就是见到上帝的面容。听一个人，就是见到上帝的面。阿们，阿们，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伫创造大生为阮有备了你的拯救，佮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完成拯救的工作，来成做阮愿望的记号。主啊，愿你每一工降临伫阮的心内，改变阮，更新阮，也互阮毋是干那领受你的疼，也愿意伸手帮助人，伫疼人的时阵，阮就要看见你的面的阳光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